唔使充電嘅光伏永續健康拍檔，健康私人管家，企30秒，身體數據盡在眼前。ComfortBall 光伏體脂肪 Pro。ComfortBall 企住笑，採用雙頻 BIA 技術，就好似幫我個身體照咗全身 body scan，通過微小電流分析身體構成，唔單止面頭啲肥膏，連內臟脂肪、骨頭重量、身體水分全部無所遁形。上次驗完仲發現我骨量偏低。如果唔係呢部機真係唔知啊，即刻飲多啲牛奶，注意下。而且佢測量精度超高，小物件重量都可以檢測，就算飲多杯水都知。無論係呢個蘋果定係呢個蘋果都冇問題。呢個價位都有心率監測。有次連續 OT 挨咗2晚通宵，瞓前一企顯示心跳值飆到102，唔檢測自己真係 feel 唔到啊！我即刻乖乖做咗10分鐘冥想，放鬆下身心，換過嚟再企過，終於可以放心咗啦。有段時間貪食肥咗，面板瞬間表情變 sad， 回想深夜食嘅炸雞漢堡真係好罪惡。但係我有辦法，連接 app 即刻教我點平衡返，跟住 app 教程每日打卡，超100萬食物熱量數據，幫我控制飲食、調整作息同埋運動，過幾日再企上去，面板瞬間 smile， 我真係超開心，怪唔得佢叫企住笑啦。小朋友或者貓貓狗狗唔聽話，想稱重點都控制唔到。好彩有個抱嬰模式，依據體重差，精準計算 BB 同埋寵物重量。表面採用內磨內刮鋼化玻璃材質，俾貓微爪，極都冇花，抵賺。超大面板，我老公48碼大腳都企得舒服。一部機管全家健康，寵物體重都芒住，真就係私人健康管家。ComfortBall 光伏體脂肪 Pro， 無需充電，放喺有光嘅地方就可以自動充電，陽台、窗邊甚至燈下都 OK。終身唔使換電，仲有超薄機身，管理一家人健康都可以咁輕鬆自在。多謝你啦，我嘅永續健康拍檔。